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在过24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美国白宫要举办民主峰会，会邀请101个国家，这其中包含台湾。但台湾确定由东方小米企代表参加。便利超商店员受到伤害案件就发生，即马便利超商唔免搁再可能挂水暗，该用过时公布来提醒，店员敢要摕到咸叫上啊水来防卫民，够无共款的看法。高雄有民众做工课失去伊手装头啊，医生摕加装头啊来接伊的实在，目前已经会当写字了。万隆集团去互中国发钱，甚至讨税金超过新台币20亿。中国国台办强调讲，不准这寡台湾企业伫咧中国趁钱，却过来食碗内税碗外，提供这金钱互台独分子。甚至因亦讲会有第二批的台独分子名单。面对着这款的行为，咱的陆委会也要提出反制措施，禁止中国的大官户入境。另外，台商若准想要回来到台湾，国发会表示，政府也会提供协助。万隆集团伫中国上海江苏的投资事业，去予当局以违规违法处罚。国台办二时证实，万隆集团罚金佮加上税金，差不多4.74亿人民币，超过新台币20亿。发言人朱凤莲佮讲，无允准伫大陆趁钱，佮互台独分子做金主提供资金。台湾企业心肝头拢知，早出工作也搁伫进行。对这代志，总统蔡英文也伫民进党中常会上批评中国这种的选择性执法进行恐吓，立刻停止。我要在这里呼吁朝野各界共同正告北京当局，立刻停止这样的行为，不要继续伤害两岸经贸及两岸关系。我政府将依中共对台恶意举措等事态发展，研议必要的反制与防范措施，以确保国家安全与民众权益。陆委会批评中共威胁台商，无排除提出中共迫害人权名单，禁止中共官员入境，才会反制做法。有可能后礼拜对外公布。即马台独金主清单引起台商的烦恼。国发会主委景明欣表示，若做台商有意等的投资，政府也双手欢迎，也会提供协助。我们举双手欢迎，然后也帮他落实。需要的时候，我们就会来做加码。近期有个别台独分子跳得挺高。甚至声称呢，对未被列入台独顽固分子清单感到遗憾。别着急，有他们真正遗憾的时候。进前国台办才公布台独名单，包括苏贞昌、尤锡坤、吴钊燮等3人。即马阁预告会有第2批名单，挑战的意思真重。阁讲台海通道项目已经规划福州到台北支线的建设，2环基础建设通道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重大主张。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总统拜登伫12月初9、初10要亲身主持线顶民主峰会。美国国务院伫23公布101个国家名单，这其中咱台湾也包含在内。外交部表示感谢拜登政府的邀请，会由行政院的政府委员唐凤加驻美代表萧美琴参加，分享着咱台湾是安怎透过科技加数位民主来强化政府的治理。Absolutely committed to working on it. I share your view that Taiwan is a strong democracy, a very strong technological power.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3月捌伫听证会上承诺，会邀请台湾参加美国总统拜登所主持的民主峰会。23国务院官网打出受邀请名单，台湾就伫名单中。欧洲主要国家包含最近甲台湾关系真好的立陶宛、日本、韩国，拢总110国。不过中国、新加坡甲俄罗斯无逢邀请。可以获邀参加这个首届民主峰会呢，是全体台湾人民的光荣哈。更重要的是对抗强权上面的一个韧性度，可以被全世界民主峰会的这些国家元首看得到、听得到。民主峰会伫12月初9、初10以线顶的方式召开，主题是抵御威权主义、打击腐败，加促进对人权的尊重。外交部表示感谢拜登政府的邀请，展现台美的坚实友伴关系，也公布由行政院政务委员唐凤加驻美代表萧美琴共同参加。总统府表示，透过这届的民主峰会，台湾要甲世界各国分享台湾成功的民主故事。唐凤政委他也会在会中向全球社会来传达台湾坚定捍卫民主的承诺，并且分享台湾如何透过科技跟数位的民主来强化政府的治理。
外交部我们强调，我国受邀参与民主峰会，是对于台湾多年来努力推动民主以及人权价值的肯定。AIT 表示，台湾参与民主峰会会当做出有意义的贡献。美国媒体分析，华府邀请台湾主要伫展现团结，啊，毋过安尼做也有可能激怒北京。记者综合报道。内政部长徐国勇呼吁讲，中国应该以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协议，协助这个引渡者嫌犯回来到台湾。昨日发生伫新店的枪杀案，嫌犯也是逃亡去到中国厦门。政府也呼吁中国爱互嫌犯回来到台湾接受审判。另外，最近国内查到一件大规模的走私毒品案件，拢总查到446公斤的海洛因，俗称4盒啊一款毒品。不过嫌犯到当时也未抓到。警方展开行动，将所有的原物查拢扣来。原来这款查内面有押毒品要走私来台湾，检警合作，总共查到446公斤的海洛因，市面上的价钱是50亿，也是最近这几年查到的毒品数量上大的案件。不过，姓林的主嫌犯在案发了已经走到中国。内政部长徐国勇就向地方发挥，希望中国会当协助把人抓大。我们希望中国基于两岸共同打击犯罪，赶快把这一个也要绳之以法。那这件毒品案，在进前新北市新店所发生的重大枪击案，涉嫌杀人的姓叶查甫人，过了变装换车制造断点，甚至伫案发迄天无到6点钟，就对同机场坐飞机去中国厦门。警政署讲，希望两岸共打机制，会当互人返来台湾接受侦办。目前我们还是在低调办理啦。是。中方的目前的有回应吗？他们会尽量办理，所以他们是有回应说会尽量协助。是。我相信大陆的公安部会尽力来协助台湾缉捕相关重要的嫌犯。两岸因为政治疫情的原因，关系降到上歹。中国引渡遣返通缉犯甲嫌犯的人数降真多。因若两岸共打机制是毋是适能停来？新北市长侯友宜甲警政署长陈家金是监督官的看待，相信会当透过这个协议，甲嫌犯遣送返来台湾。记者综合报道。最近有真侪便利超商店员可讲民众就爱挂水暗，说去互人骂，甚至互人拍甲重伤。经济部有甲超商业者开会讨论，会用故事或者是录音放送方式来宣导。超商店员敢着爱用咸姜水来防卫家己咧，这看法是真无共款。劳工团体认为讲，万不伊无法度保护家己，颠倒造成伤害，安尼是无较严。进入门市请佩戴口罩。四大超商日时甲经济部、劳动部、内政部开会了后，决定改用广播大故事这的方式宣导挂嘴暗，避免佫发生店员遭到暴力攻击的事件。目前全家超商每8点钟播音宣导 ，OK 超商每5分钟播送一摆。高尔夫超商是看情形随机播送，7-11超商除了定时广播，也佫配合影音宣导。另外，警方也加强巡逻。因为其实本来就有夜间巡逻的路线，那只是请各辖区就一些路线上适度的去做一些调整。请您进入卖场时实施10连制，并佩戴口罩。即间24点钟的生活百货，除了伫门口播音宣导挂嘴暗，大暗班也安排至少2名员工值班，也个保全巡逻。是不是要用咸姜水？因为有记录，也在考虑当中。那因为我们卖场目前都会有辣椒水跟棒球棍，那公司当然有在讨论这一部分。那如果等到他们有定案，我们就会出公告。因为辣椒水摆在外面，我们也不方便。我感觉那个东西摆在外面也危险。加油站部分营业所也协助性看到挂嘴暗，对是毋是要用咸姜水烦恼无方便。四大超商对是毋是要用咸姜水或者是防卫器材，拢无愿意回应，只表示依照政府相关规定办理。有劳工团体烦恼这物件就算店员正当防卫时阵使用，也可能引起官司，也可能因为无熟悉使用方式造成受伤。因为他是行为人，他最后还是会受到这个法律上面的追诉，或者是不管是民事或刑事的这个追诉，那这一点还是当事劳工的这个很大的负担。劳工团体认为，在危险的时阵，劳工依照职业安全卫生法行使特别权是上好的方式，雇主甲政府应该有共识，保护劳工安全是相关的准则。记者综合报道。
台南有一间卖场内面的员工为着要提醒人客，就要挂嘴暗，想袂到这人客竟然讲伊真不满，就甲店员骂，落尾这店员也去告人客妨害名誉、加妨害自由。后来这判决妨害自由的部分是无起诉，不过妨害名誉的部分会做简单的判决。不过这个判决也互店员是真不满。 有男性去到连锁的大卖场，疫情期间无挂嘴暗，店员可以提醒，这男性煞雄雄掠讲，甚至佫未歹过，佫甲店员呛声讲要去外口输赢。店员感觉受到侮辱，提告妨碍自由甲妨碍名誉。没想到讲经过检方的查办，妨碍自由判不起诉，妨碍名誉也申请检疫判决，互提告的店员是真不满。 判决结果也是说我没有任何证据什么，我已经提供监视影像给他们看了，但是还是以证据不足什么不起诉处分，那我是不是以后钻法律漏洞就可以为所欲为？就是觉得那就可能就贴张文宣就好了，就尽量不要去讲，因为就怕这种事情再发生。检官认为说，这被告只是跟告诉人说这要叫告诉人到外面去讲。那这句话其实跟恐吓罪的构成要件其实还是会有落差。台湾最近连续发生卖场店员受到攻击的事件，警方也开始加强便利店的巡逻。总统蔡英文已经指示要运用科技来提升保护机制。为此，台湾市政府招科技业者推出 AI 喙暗侦测系统，那测到无挂喙暗，就会广播宣导，而且佫会通报警方，直接来到现场处理。有别于以前用人跟人直接去劝他，那现在因为有一些怕避免一些人身上的一个危险，或者说这个人口角中间的一个不愉快，对于他们的安全性是需要顾虑到的。科技业者佮另外赞助分段服务，开放3个月内30间的在地店头申请。虽然国内疫情转好，不过挂嘴暗的政策短期内未改变。现时有自动警示广播加警政通报的应用，期待通改善问题，兼顾到防疫甲店员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有增加5个带病入境，全部拢是突破性感染。指挥中心表示，就算台湾的疫情有较稳定，不过寒天到这病毒的活性会变较悬，所以降级的几率无讲介大，会继续维持2级防疫。不过针对着年尾的庆祝活动，可能会放零限制。国内只是增加5件境外移入个案，全部都是突破性感染。3个本国籍个案拢是伫个台湾采检时确诊，其中为美国台湾的个案一共652例，捌做过2剂 AZ 疫苗甲2剂 BNT 疫苗，也是确诊。这5例的境外移入是1位男性，4例女性。那从美国有3例，新加坡1例。指挥中心表示，秋冬气温较低，病毒活性强，虽然国内疫情稳定，不过暂时无考虑降级。秋冬情况，那大家都还是会比较担忧在秋冬的时候，因为是不是气候的关系，会让病毒的活性维持比较久。所以大概在这秋冬的这段时间来降级的可能性不高。指挥中心统计，目前国内疫苗注射率第1期超过77%，第2期有49.81%，完整注2期比例上悬的是65岁到74岁老大人接近80%。考虑国内疫苗注射率慢慢有悬，各放零检疫者出外奔丧加探视规定，注2期超过14天，有2天内阴性报告，逐天用申请出外7点钟；无做完整人，只要有2天内阴性报告，逐天用出外1摆，限时2点钟。原来的规定是没有这个打疫苗的规定那每次外出的时间是2小时，那当然就是有一些人道的这些需求。另外，因应耶诞节跨年这活动，指挥中心也在讨论对大型活动的管制措施。目前疫情相对稳定，疫苗注射率阁比去年较悬，初步会调向比去年放零来建议。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新竹、台南、高雄一寡所在，最近这厝价是直起价。财政部也建议地方政府会当用这个囤房税来压厝价，其他县市也拍算讲要收囤房税啊。亲像高雄已经提出着囤房税自治条例，要来详细规划。
房价起袂煞，特别是新竹台南，拢互外界认为讲这是炒房的热区。23财政部找房价较波动的6都新竹县市来开会，建议开征囤房税来压制房价。24高雄市长陈其迈伊头一个来表态，讲伊要用自治条例来修法推动。那我们高雄市会推动囤房税，因为房屋是用来居住使用，不是用来囤积炒作。那在立法的程序也必须经过市政会议跟议会以自治条例的方式来做处理。最近台积电宣布讲要进驻高雄，地属南主这北高雄地区的区域房价一直要压起来。台北市从2014年开始来实施囤房税率，非自用的这个主体2户以下，每一户爱甲扣2.4%的房屋税；3户以上的扣3%。也若台南的囤房税法当在审议当中，估计明年7月要来开始。23财政部的会议内底，新北、桃园、新竹这县市拢会拍拼来对阵。考虑市民的负担，以及租税的公平，还有避免囤房税转嫁给弱势的房客的前提下，审慎的研议。那有关这个部分，我们新竹市会先看其他县市的做法，然后我们会研议处理。不过有表示讲会对咧安尼做的县市，也未提出有具体的方案。若是要落实这款大的正义，也阁有一段路要行。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究竟是员工欠天，也是规个部门螺丝假无案例？昨地铁道局负责台南地下化工程，就一台施工的货车伫咧倒铁路的时阵，险驶到铁基路顶悬，加在有工作人员看到随时通报，才无来发生意外。也因为最近台铁各种问题直接出现，这寡严重性拢会害死人的。交通部长王国材也讲，若搁再出现人为的问题，会甲主管换掉。伫台南市北区实政街平交道附近，这台南铁路地下化引轨工程，交由交通部铁道局负责。23煞差点发生意外，迄时阵一台施工货车倒铁路接近铁基路，特别侵入到货车路线，好甲在第一时间互台铁人员看到，赶紧通报向列车示警。互当时特别通过这路段3167处区间车及时打洞躲过一劫。发现说他的那个车辆有那种疑似就是往铁路这一边驶离的一个方向的时候，那我们瞭望员就为了担心说有这个状况的发生，那就马上就是启动那个就是通知卡车吊卡，它进去之后，它有2个点，设备先放了第1个点，然后第2个点，因为它贪图方便，就是用马库的去把这个设备比较靠近施工地点。那因为这个情况，它的刹车失灵，所以变成它有侵入监控的情况。铁道局表示，经过初步调查，这意外是外包厂商无按照标准的行程来做，会追究责任。台铁伫今年发生太鲁阁事故了后，互交通部命令，临轨工程全面移交予铁道局，主要是看中铁道局工程量能较好，想袂到阁差点发生施工车入侵轨道的代志。交通部长王国材进行夜开专案会议，检查台铁最近3个月以来解决状况。伊表示，其中有不可原谅人为错误，无排除撤换处长级别主管。没办法原谅的是人为疏失比如说打错轨道，以及这个故障车没有用投运车来投运都违反了标准作业程序所以我要求这个部分一定要严惩。我也不排除，如果因公机电4个处长再让这个标准作业程序有疏失，一定会把它撤换。交通部检视台铁最近3个月来发生的构件事故，除了设备老旧，也有人为疏失。针对违反 SOP 员工，已经要求台铁爱处罚，更严格要求台铁主管爱检讨，提出应用措施。若是无法度改善，就要向顶悬追究主管多多不周的责任。记者综合报道。在2018年，台铁普悠玛经过宜兰新马车头发生并车事故，造成18人死亡，真侪人受伤。这台铁司机员尤振中去互依照过失致死罪，一审判4年半。不过2名台铁主管、1位姓刘的副处长，还佫着综合调度所姓吴的所长，拢去互判无罪。检方认为讲这判决安尼判是无妥当，今仔日提起上诉。
检方指出讲，油井中甲列车弯端监视系统 ATP 关掉，搁再超速，致使车祸死伤真严重。原审判决是伤过轻，合议庭无具体说明是安怎判断被告的生活状况甲认捌程度等等，认为讲这判断是无够完备的。一旦另外2名主管却无发现 ATP 无连线也无即时敢发度运作，这2个人拢过失，检方无都接受无罪判决，依法提起上诉。伫咧高雄有一个民众1年外，因为做工课时阵发生意外，致使伊全部的手指头仔拢无去，只剩大头部尔。后来是透过医生的协助，甲骹指头仔取一支来做伊正手的实在，互这个民众尚无有2支指头仔通好使用，目前已经会当行笔写字咯。永春的大宝公也有为卡镜头医师过来实在，真有了写名，互高雄这位陈先生重新找回希望。因为1年外进前拄到公安意外，或者手实在到所在全部折断。很糟糕啊！想说右手毁了以后怎么工作，怎么生活？这村大宝讲，互陈先生写字摕物件拢困难。伊伫共款是长在主治医师卢俊宽的鼓励之下，接受卡镜头的显微医师接载手术，由卢俊宽甲林高田2位医师动手术，一个掰开卡镜头的筋力血管，另一个拍开手的间皮组织，分出要接的神经血管是真困难。合并到手指头的部分，这个接的动作也是其中一个关卡。就像刚刚我们提到郑先生，他因为创面很大，所以后来血管不够用，我们还拿脚趾头的血管过来加接。陈先生9月手术了后，恢复真好，亲像开关卡夹来动作也完成，互伊欢喜甲讲声笑。算钱可以吗？赚钱一定要会算，再困难也要学。卡镜头的医师手镜头的手术，伫国外大型医学中心无算罕见，不过伫台湾这种地区型病院却真少看到。透过安尼手术，也为亲像陈先生这种失能的患者，找回生活的希望。记者综合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欧洲的疫情是搁再行起来啊！世界卫生组织伫23发出警告，表示欧洲过去1礼拜内染病人数已经超过240万人，死亡人数也要到3万人啊！若做疫情无法度控制，到明年3月，欧洲武汉肺炎的死亡人数会超过220万人，到时阵医疗体系恐惊就会崩盘。街道民众来来去去，边个病院内底常常有救护车送病人入去。在日当天气变寒，欧洲疫情开始升温。过去1礼拜确诊病例超过242万人，各有死亡病人29460个人。互世卫组织欧洲分部伫23提出警告，这个状况若是继续落去，到明年3月，新冠疫情的死亡人数就会累积超过220万人。Eines ist klar, Impfen rettet Leben. Aber die Impfquote in zu vielen Mitgliedstaaten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leider auch in Deutschland, ist zu niedrig. 德国过去过来礼拜，因为疫情升温，新冠病毒的感染率连续创下新冠的纪录，和病院的重症病房大甲真满。德国的卫生部长施巴恩为着敦促国民注疫苗，更加讲了重话。Wahrscheinlich wird am Ende dieses Winters so ziemlich jeder in Deutschland, das wurde ja manchmal schon etwas zynisch genannt, geimpft, genesen oder gestorben sein. 而法国疫情嘛真严重，日公告一天内底增加5000外的病例，严格23公告的数字超过3万人，比起顶礼拜同期增加54%，是8月7日30920个以来的确诊新冠。Aujourd'hui, on va annoncer 30 000 cas de Covid sur 24 heures. C'est une hausse très importante des contaminations qui atteste, si c'était nécessaire, que nous sommes bel et bien, hélas, dans une 5e vague épidémique. 那是荷兰最近几礼拜确诊人数已经比5月以来的确诊人数更较侪，佮一直创下新冠纪录。伫病院收治病人压力一直增加之下，为了缓解医疗体系的负担，开始有新冠病人互救护车等医送去出面德国的边境病院治疗。国际新闻台是唐平玉。欧洲是连续第2年出现反圣婴现象，未来伫赤道太平洋地区可能会有更较侪风台出现，甚至出现边境温度更较低天气。另外，伫澳洲的新南威尔斯省最近是连续3冬，这无尾翕的数量是减少4成，气候的威胁也害到这动物是无法度生存。
细只无危险达拉完成体验，确定健康，正紧动放转去因老母的身躯边。因是野生动物园无危险内底，正加载会当活落来一对。从2017年到2020年，接到无危险可能受伤，也是讲有危险的通报电话有加47%。Do you know if this koala is injured? No, I don't. So the first point of what we do is we assess. It's not rapid breathing. Rapid breathing would tell me it's heat stress and also that there may be an injury. 澳洲无危险基金会报告，新南威尼斯省的无危险过去3年已经减少41%。伫去年澳洲国会的调查，过去2年差不多有5000只无危险伫森林大火内底无命。过度开发大量臭树啊，也佫有野火炭烧，气候的危机拢来损断着野生动物的生存，嘛影响着人类。澳洲的气象局伫23表示，反圣婴现象已经连续2年来出现，有可能会替澳洲的中部、北部、东部的地区带来平均值以上的降雨量。The La Nina is likely to persist through until at least January, possibly through the summer as a whole. We already have quite wet soils, quite full rivers, and quite high catchments at the moment. So any further rainfall raises the risk of widespread flooding, particularly in southeastern Australia. 澳洲气象局表示，9月时阵，甲反圣婴现象甲列做观察，10月升级到警戒。这个月初有一个低气压系统替东南部地区带来50至105毫米的雨量，这嘛是这几年来上界悬。伫昆士兰甲新南威尼斯省的内陆引起真侪风灾大水。专家表示，反圣婴现象有可能会来提悬麦仔的产量。今年9月，澳洲政府因为有利的天气条件，预测这期的麦仔会增产17%，接近历史的水准。另外，这个时阵嘛来到森林大火的季节，嘛因为比逐一年加真侪雨水，可能未致使讲较严重的灾情发生。公司新闻黄云玲编译。美国的太空总署 NASA 登记甲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合作，选一对小行星要进行烧弄的实验，可能法度要透过这个烧弄的方式，改变着小行星飞的方向。5, 4, 3, 2, 1, 0. Mission liftoff. Falcon 9 with the DART mission on the way for humanity's first ever planetary defense test mission. 台湾时间20日下昼，拉英9号火箭为加州环境部基地升空，预计明年9月26以搭载的太空船执行自杀任务的方式，甲小行星的过牛烧弄。这摆时间叫做双星体转向测试，英文缩写是 DART。选定的目标是离地球大约590万公里的太阳系小行星编号是65803。事实上，因是一组2个星体，1996年由亚利桑那大学天文台发现。选定65803这座双星体的理由，主要是因的寸尺大小。科学家认为，体型真大的星体较会轻易发现，而且会当确定袂去弄到地球。另外，就是细过140公尺的部分，就算是弄向地球，也会伫通过大气层的时阵烧了了。这两种拢未对地球造成威胁。We're going to bump into this kind of, I call it kind of stadium-sized, like soccer stadium-sized asteroid that is in orbit around a body that is about 5 times larger. So that's what we're going to do, and then measure really the change of orbit for that secondary body. 较麻烦的就是大细伫这2个之间，长度伫140到1000公尺的中型星体，无遐尼简单互发现。通过大气层了后，弄到地面，也会造成一定程度的伤害。虽然科学家几摆证实，这类科幻的剧情短时间内未发生，也毋过参与测试的团队认为，若讲当规矩来的时阵才去想办法，不如伫时间抑阁真充足的即马，加做测试甲模拟，找出上可行的解决方案。互人类伫未来会当加集赞的保障。公司新闻徐家仁编译。第3场公投意见发表会，针对着珍爱海草大这个议题，由东海大学教授林慧珍甲前环保署长詹顺贵发表意见。林慧珍强调，无论是本地方案，或者是替代方案，拢会迫害着海草大。不过詹顺贵也回应讲，本地家己是无法度接受一开始的方案。不过若阵做对外海去，伊本人会当挂保证，这改变了后的方案呢，是会当兼顾着海草大的生态。
第三场公投意见发表会上场，珍爱海草答案由东海大学教授林桂珍担任正方代表，迎战反方代表前环保署长詹顺贵。林桂珍强调，无论是原方案还是替代方案，拢会破坏海草答，向外分出去都是只听有爱提案，相关设施会造成封闭环境，海水升高3.5度，互当地变作三接的海山沟。不论原方案或者是外推方案，未来把它围在里面的时候，都会造成降温上面的困难。它形同是一个三阶海鲜锅的状况吧。它的温度这样子持续的都是在提升的这种情况，里面的生物未来怎么样来克服这个不断升温的一个生存的条件？如果是采封闭式的设计的话，它可能会影响的升温可能是不到0.5度。那里面他提到一个什么最大升温可能会到3点多度，对不起，那是因为台电的大潭电厂所排出来的这个温排水导致的升温，不是因为三阶新建而造成的。面对公投历史上头一个保护环境的提案，环保运动出身的詹顺贵是讲，现阶段主要是减少涂炭。小土炭发电所产生的空气污染比天然气较济，所以伊家己强调，当初嘛未当接受外接还是签刷这个原方案，毋过会当接受向外分出去这个方案。外推方案是可以兼顾这些多元的环保价值，纵使因此被以前的这些朋友骂我背叛保育价值、环保价值，我都在所不惜。这样子的沉箱总共会超过303个来到这个地方，然后丢下去。它下面所压到的这些栖地底部还有生物，其实都没有一个可以幸免。林慧珍强调，这不是经济甲环保的选择，是继续甲价值的选择，袂当破坏有7600年历史的大潭海草答。詹顺贵是保证向外分出去这个方案对海草答的影响降到最低，也当兼顾海草答的生态体系。总统蔡英文25号要前往桃园大潭电厂视察，实际去讲清楚。记者综合报道。国防部有一位姓杜的退役空军中校去防指控讲，伊去互中共的情报单位吸收去协助中共的发展组织用金钱招待旅游的方式来讹洗现役的军官。若准台海发生战争，因莫有动作，也莫反抗，也因为这寡代志去互检方起诉，一审依照着违反国安法判刑4年，上诉到2审，今仔日驳回上诉。你有去中国吗？有去。军情局替我上校张超人加入强制案，涉嫌引荐退休同事接触中国情报机关，各交付资料做入起诉。这汽车推荐名水户。经国会助理单位前涉嫌接触中国情报人员，伫国会媒体记者之间吸收成员，佮成为头总统蔡英文等人健保等资料。2审判10月刑期。强调案危害国安，最近佮出现涉嫌劝军人暂时无作证的手法。被告意图危害国家安全，接续以交付金钱、礼品或其他利益的方式，拉拢该名现役军人，邀约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军表态而支持中共组织。国防部空军制度替我中校被指控遭到中共情报单位吸收，涉嫌送现金这方式，由现役军官伫台海发生战争的时阵用消极无抵抗，被以违反国安法起诉，一审判刑4年，上诉到2审，2审维持原判4年有期徒刑。不过这几年强调案真多，有立委是批评牵涉国安案件，检方伫侦办或者是起诉无够积极，判刑伤过轻。因为这几次下来，我们的国安案件的处理显然民众是很失望的，要么像相信这案不起诉，要么法院最后判定不起诉，或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让台湾现在如入无人之地。牵涉国安案件，法务部议定提悬审查暂结，直接由2审侦办。有立委呼吁法院推动修法，唔通搁拖。反审查法上路将近2年，无起诉案件。要立委质疑是唔是爱修法？法务部长蔡清祥回应暂时无要修法。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日暗时，有一台载着43名阿兵哥游览车准备要登到营区，伫高速公路顶，司机却熊混迷不清，其中2位士兵赶紧来换这个环岛路，要人赶紧通报警消单位来处理。这2位士兵冷静处理，阻止一场意外发生。
21暗时7点左右，一台载43个陆军新兵的游览车，经过国道1号路南86.7公里新竹湖口路段，56岁姓林的驾驶好亲像身体无拄好昏去，警消缉捕赶来救援。游览车驾驶疑似心肌梗塞昏迷，由于车辆还在行驶中，车辆左右偏移，适逢坐在旁边的国军兄弟发现后。立即前往协助稳住方向盘。警方表示，这国军属有陆军206旅，当时正准备休假，登去头份斗焕平营区。不过中途车一直偏移车道，车顶4块4红的阿兵哥发现驾驶昏去，赶紧抓韩德路加放零油门，成功化解危机。这个时候，我就是将手放上方向盘，然后向右扶正，让车身保持在一个中线且稳定的一个行驶的状况。喊呼救的时候。我首先叫前排的弟兄下去帮他做停车的动作，然后请其他弟兄先系上安全带这件事情。昏去的姓林驾驶送医了后，也是救无回来。不过2个新兵真够应变，及时阻止可能发生的车祸。国道警察局特别到营区隧道下，军方也决定公开表扬。临危不乱这也是我们要公开表扬，而且他们的善行义举也值得大家的肯定还有学习。陆军第6军团强调，4块4红一男11月初4才拄入伍，当接受4个月双臂军事训练，预定12月初8完成身份分发部队。这个英勇的行为除了表扬，也颁发奖励金甲鼓励。记者综合报道。根据着自动福利人民的统计，自从这2018年到2019年，打电话来问收养囡仔问题，已经减少超过3成。虽然讲这单年收养成功的案例也无减少，不过有意愿收养囡仔的家庭也变少啊，嘛，互可能需要这个收养囡仔会等待佫较久。去带一个孙回来甲我做伴，真好啊！家人陈淑芳甲姚顺尧做阵演出底片，讲出伫即马这个世代，收养是一种进步的选择。陈淑芳强调，年岁大的人常常对血缘较要义，但是亲生甲收养的，拢是厝内同款重要的一份子。是不是收养没有关系，就是对于一个小孩，对于一个人，你的承诺。那对我来说才会是我们必须要去思考的。大部分的收养人，他期待会是一个健康，或者说刚刚讲没有家庭背景的孩子，或者是现在女生其实常常碰到是说，收养人好像有时候会觉得他等不到他想要收养的孩子，但孩子也等不到就是愿意收养他的父母。自动福利联盟表示，2018年时大概有2300通电话来问收养的资讯，但是到2020年缩减到1500多通左右。虽然目前成功收养的案例也无减少的情形，但是烦恼有意愿收养囡仔的家庭有变少的可能，囡仔嘛会等待较久。有一大部分可能会跟我们像少子化的风潮是一样的，比如说可能想要当父母的人减少了，因为其实养育孩子真的很辛苦。政府应该要推，为了让孩子都留在国内，因为找不到家庭的孩子就会被送出国，或甚至在机构长大，所以我们更应该有更多的服务或支持。联盟表示，收养的家庭比起其他的家庭更加需要斗相共，亲像适应家庭的过程，可能需要咨商的服务。一寡互人收养的囡仔，可能身体本身就有状况，嘛需要医疗资源，但是政府相关的配套措施也是无够，希望政府就要来斗相共。记者郭富条水台北报道。今日早起伫金门的金陵乡遐个田里，有民众发现到鸟仔死规堆。县政府调查了后，才发现讲，即寡鸟仔水啊是去食到有掺农药的酒糟。即个县政府也会甲这尸体送去化验，若准是互人偷死的，也会甲嫌犯移送法办。捕起来鸟仔互控制几啊排，数量上侪是灰喙鸭，其他也有水鸭、红冠水鸡等鸟类。发现地点就伫金门金陵乡沙公一带的农田附近。那个房子那边下去一点，然后沿着水边这样。20时早起，爱鸟人士发现大批鸟仔死亡，散落伫田地甲大排，随即通报金门县府甲警方到场了解。爱鸟人士表示，鸟仔死亡的地点集中伫排水道沿线，附近拢有侵蚀的酒糟，规律性会散布伫4块围。怀疑鸟仔是可能食到有毒的酒糟。前几天我发现非常多的花枝啊，然后今天来，怎么发现说在那个沙滩，在水塘旁边，花枝芽都死掉了，它死的旁边都有一堆酒糟。
关护警员到场清点，死亡的鸟仔有76只，初步了解无保育类，也毋过附近的农田目前拢无作物，初步排除农民为了保护作物来下毒。目前已经将这鸟仔送往化验厘清死因。嘉义卫生实验所那边做那个检验，然后看再是相关的病，有传染病这些东西。金门县府表示，若讲死因毋是传染病，而是人为下毒死亡，将依法追查行为人。若是使用农药不当，将以违反农药管理法规罚；若确定是以药物毒杀，是会当以违反野保法，相当会当处10万罚款；若讲毒害着保育率，相当会当处5年有期徒刑。记者综合报道。11月是大鸟来台湾过冬的季节，新竹市的水资源公园，但年拢有真侪大鸟来遮休。不过今年公园的湖面出现真侪大水漂，唔会影响到大鸟，嘛惊讲有民众当作是草包啊，打一个摔落去。原本应该是青歪歪的湖面，即马煞有规片的水浮梁嵌去，远远看过去就是草地，实在有淡薄仔危险。而且水浮梁生炭速度真紧。跟安尼落去，水鸟恐惊会豆豆连要休困的空间拢无啊！以前的话，可能就只有周边一点点而已，没有到扩散到整个湖面上面。现在是完全湖面连鱼都看不到这样。没有水的话，当然这个野鸟它就没有办法来了，没有办法来，这个就是一个很可惜的一个地方。保育团体找民众做伙斗3工，用网啊糊起来，不过量实在伤济。感觉安怎顾拢顾袂了。水浮龙在下面的话，每根都连在一起哈，要我们这样拉的话，可能比较不方便，可能要请到怪手来。以生态护育来说的话，我们应该是要让鸟类有地方可以过冬，所以栖息地是越多越好。市政府表示会到现场了解状况，派人清除，希望用上紧的速度恢复公园原地的模样。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台中的中央公园伫去年底开幕，无到1年的时间，就游客反映讲，这便所附近的路拢无平，真危险，真侪设施根本看起来就不亲像，都起好1年。台中市建设局也表示讲，会做详细检查来做改善。台中的中央公园去年底拄开幕，虽真侪网络出名的翕相景点，真侪游客到地观光。不过，才过1冬外时间，即卖状况煞差真侪。游客中心边的草埔光溜溜，有袂少所在拢积沙。你在浇水就是不太均匀了，对，有的干掉死掉。那硬体部分也袂少问题，便所涂骹地板拢害去，翘起来几公分。民众讲烦恼会跋倒，想要找一个椅仔坐落来休困，椅仔关度阁无符合人体工学，一坐落都差一点倒向海。另外也找无互人底水的饮水机，煞看到袂少互宠物啉水的所在。民众感觉颠倒是对宠物较友善。我也是觉得很奇怪，他好像也对狗蛮友善的嘞。有狗的饮水的地方，竟然没有成人的饮水机。那你既然有打算规划这么大的公园，那其实我觉得说，你说这么大难管理，这也不是理由啊。占地67公顷的中央公园，连接台中水南的精华地段。台中市府表示，面积是大安森林公园的2倍半，强调有少碳智慧创新的概念，总预算27亿，当年拢爱开5800万来维护，市府也当咧规划改善当中。与生活体验区的部分因为它是一个饮食的场所，所以目前我们是在招标当中。另外有个平衡体验区的部分呢，目前1楼是开放的，未来在12月份的时候，2、3楼的部分也会持续来做开放。台中市建设局表示，因为公园的占地宽，会采分区分段来进行小工程的维护，那改善的基础设施也会伫勘查了后赶紧施工。记者综合报道。台湾国乐团年底作品《上水的台湾》，以3位下世代作曲家因的钢琴协奏作品，要用12月奖代表台湾1年四季，展现台湾旺盛的生命力。伫礼拜下晡就伫国家音乐厅演出，先带观众朋友做伙来去评判。优美的钢琴声、甲箫、锣和济济传统乐曲，甲台湾山水的美丽走出来。
这是台湾国乐团艺术经理，本身嘛是台湾作曲高人王以律上新创作的钢琴协奏曲，号做《上水的台湾》。伊讲期待甲台湾东海花，互伊的感动分享给众人。希望大家可以听到一种国乐一个新声音的一个诉说台湾的一个想象的一个音乐空间，这样。他创作的这个声响非常的新颖，在我练习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到很多，就是当我在弹古典的时候，我没有发现到的一些音色，这样子。伫鼓吹、乌达拉，也有各种弦仔。原来中作曲的台湾四季内底，这曲号做一只鸟仔，下季自然万物旺盛的画面，那亲像着伫咧眼前。这也是这届台湾国乐团年底作品内底被演奏的其中一曲。这是东方的这个传统的国乐，甲西方的声乐器的这款的无共款的这种乐器的结合哈，对于国乐团来讲，嘛是这款的创新的音乐的风貌出来。台湾国乐团希望打破英国对国乐作品的印象，结合中西音乐，让观众感受台湾一年四季迷人的景致，斗阵听见上水的台湾。记者民警郑派文台北报道。20世纪的物理学大师爱因斯坦，伫咧1913年甲1914年写的广义相对论手稿，昨伫法国巴黎加速迪拍卖会以1170万欧元的价销卖出去啊！这份有54页纸拢已经黄去，用黑色的墨水写着各式各样计算方程式的文件，是物理学家爱因斯坦1913年到1914年之间，伫咧瑞士苏黎世大学教书时阵，甲伊的好朋友兼学术的伙伴米切尔贝索所写的广义相对论的草稿，其中一半是爱因斯坦的笔例。爱因斯坦正惯势甲伊工作的手稿单调，这份物理学界的历史珍宝，是因为贝索收藏，才有法度保留到即嘛。Le manuscrit Einstein-Besso, c'est un document de travail autographe d'Albert Einstein et de son confrère et ami Michele Besso. Et c'est un manuscrit qui documente la genèse de la théorie de la relativité générale, qui est la découverte probablement la plus importante de la carrière d'Einstein et l'une des théories les plus importantes également de l'histoire de la physique moderne. 爱因斯坦1915年正式发表广义相对论，让一般人对动力、时间、空间的理解完全拢改变，也改变人类对宇宙的理解。开始科学家对动力时间膨胀、跟圆巧、动力谱的探索，为现代的 GPS 全球定位导航科技奠定基础。爱因斯坦也因此被人叫做是世纪天才。不过正趣味的是，这份手稿内面还有一寡错误、微调的方程式加改进的计算结果。Einstein commet des erreurs dans ce manuscrit. Et pour autant, je trouve que ça le rend peut-être encore plus génial d'une certaine manière parce qu'on voit l'obstination, on voit aussi la pensée qui est en train de se construire, qui se corrige, qui se réoriente. 伫咧拍卖会进前，佳士得有个得标计数会伫咧200万到300万欧元之间。23个巴黎拍卖会，爱因斯坦的手稿上尾也是由无表明身份的人以1170万欧元标掉。另外，今年5月也有一张爱因斯坦顶头写有伊正有名的伊顶有 MC 平方方程式的手写批，伫咧美国会以要甲100万欧元，关出市面价销3倍的价销卖出去。公司新闻王慧文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您就知。基隆到新竹是对15度到23度，苗栗到云林对14度到27度，嘉义到屏东对16度到28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7度到26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4度到24度，还有未来3天气象。
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咱明仔载暗时7点，同款时间再相会。Thank you.